好伊又讲交正常人相啥，规工拢毋敢走，呾等于等种一工听到3遍4遍，就人看伊开始毋对，啊就赶紧，家己来客厅赶紧上紧，迄种生活真正是垃圾。然后在看电视，在开讲拢正常，但是咧，当伊若互相看迄个，该叫目睭是无神的，无迄种情绪真强。那么咧，逐工拢是只要看咧艰苦就赶紧念经，看咧艰苦就赶紧念经，你也就我讲，安尼叫，安尼都毋通，安尼都规工讲袂使离开啊，他变怎？有啊，就把这个囡仔讲，哎呦，妹妹，我们不可以这样。一旦如以前有做过遐做，毋对，咱即阵呢，毋通半天咱才念。咱是毋是甲即个念经当做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？事实咱毋知咱会去牺牲。那么一旦咱都讲咱听，那咱就是做真正，逐工起来，咱就甲伊忏悔念经。来回用后语，讲到奇怪，3遍变2遍变1遍，后遐好势，我那么即件代志发生找过，咱就多嘛吼。伊找到咱附近的主笔，都去咱台中看一个囡仔，那么看这个囡仔咧，附近的真主笔，规路一直主笔去啊。迄个时阵，小可真正无咧听，有种代志，干那安怎讲对。那么咧，咱附近的主笔，伊要去看这个囡仔时阵吼，伊有摕一个咱这个医药神堂迄个观世音菩萨迄个佛像，去叫这个囡仔过咧，伊讲安尼就挂念幸福吼，你爱忏悔，你爱忏悔。伊个受功立德来回向，才来无形内底。当你若咧无爽快，你就手部决定不做，然后咧忏悔、念经，来回向互伊，你个不管。讲嘛奇怪，讲真正是咱好势好势，第4天。即个囡仔直日讲伊要去上课，伊有几工来考试，我迄小学我要讲啥物咧？